有期友咧就託我問一問啦，喺象棋推廣方面嘅一個問題嘅。咁中國象棋咧係中國傳統文化嘅呢個重要組成部分啦。咁喺本澳咧都有濃厚嘅呢個社會氛圍嘅。咁請問司長閣下，政府未來咧係點樣藉呢個推廣象棋文化，加強呢個智力競賽嘅呢個同時咧，係助力中國傳統文化嘅傳承嘅？我哋知道咧，中國象棋咧係源遠流長嘅，喺澳門咧群眾基礎都係濃厚嘅。咁過往咧，澳門有象棋學院啦，有棋王李錦歡啦等好手，亦都曾經係引入咗內地著名大師曹銀雷嘅，舉辦過世界大賽啦，盛極一時。咁依家咧感覺上面好似係爭啲。象棋文化咧係中華文化之中一種獨特嘅，可以提升民族自信心同埋榮譽感嘅文化嚟嘅。咁國家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嘅呢個意見指出啦，文化係民族嘅血脈，係人民嘅精神家園。文化興，國運興。文化強，民族強。中國象棋作為國粹啦，更加係值得系統咁樣有效咁樣去推廣嘅。啱啱李靜宇議員呢，亦都講到呢個象棋嘅推廣。象棋而言呢，其實既係一個體育活動，亦都可以係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之一。我哋所以講琴棋書畫棋，其實象棋亦都係其中嘅一種。咁佢係一種屬於係智力嘅體育嘅活動，我諗呢個對加強學生嘅專注力、思考能力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其實喺一場象棋嘅大家互相對弈嘅過程裏邊，既考心理，亦考自己嘅堅韌嘅思維嘅。我好記得體育名將郭晶晶有一句説話，就係唔係見到前邊有光，我先至堅持落去，而係堅持落去，我先至去揾到前邊嘅光。我諗呢一個邏輯嘅關係顯示到喺一個體育運動裏邊，我哋點樣去面對黎明前嘅黑暗？我相信呢個係好多朋友都會有經歷嘅、有深刻感受嘅一刻嚟嘅。所以我哋對於象棋嘅推廣呢，我哋亦都係不遺餘力嘅。體育局咧一直咧都有同相關嘅體育總會咧有恆常嘅訓練嘅，我哋亦都有運動員咧透過參加亞洲象棋錦標賽咧獲得優異成績，成為咗精英運動員嘅。咁未來咧，我哋喺呢方面咧亦都會加強。咁其實象棋嘅推廣咧，我諗在乎於學校啦，同埋我哋嘅總會嘅推廣能力嘅，因為佢對場地嘅要求咧其實並唔係咁高，我哋係有條件咧可以係做多一啲嘅。